看圖識字一，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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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意思：太陽、燈能照亮東西，就是光。字形：上像火苗，下而意，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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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意思：能發熱發光的火焰，比如蠟燭火。字形：像三團火苗三，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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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意思：東西燒完的粉末，比如火柴灰。字形：火加木等於灰四，井井，井，井，井。意思：取水的方形心洞，有圍欄。字形：像方形的井總結光，上下而火，像三團火苗灰，火加木井，像方形井。